上去。哦，对不起。热透了，今天一上午。哦，好点痛。南昌红很少了呢，吉祥。哦，你兵来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李斌来了。女兵也很帅。哦，你兵都不上过啊？这是瓦班了吗？这不是，这也是小蒙拉的。这也是小蒙拉的。他们是特种兵吧？后面这应该是普通兵吧？前面是精英吧？后面是普通的吧？火箭筒又来了。这个火箭筒跟那个还不一样。不一样，这是一种的。哦，就这样。